60多岁王先生有肝硬化和肝癌病史，几个月之前发现肝癌压起来，因为伊有血小板低下症，使用传统切肝的手术出血风险会真高，所以医师建议肿瘤比5公分细、数量少，会当用消融的手术来消肿瘤。手术的优点就是它伤口非常的小，都只有一个针孔而已，那所以它并发症小，然后恢复期间也短，住院期间也短。之前还有点人说会想，有时候会困、疲乏，现在都不会。医师讲，使用新型的导航定位超音波系统，知影肿瘤的所在伫倒，用探针来解消，那降低手术的风险，空喙嘛真细。它的做法跟传统超音波其实类似，只是它多了一套电脑系统跟一套卫星的定位系统。吴先生经过手术，人已经好起来啊。医师讲，这种消融的手术，和歹处理的肝癌肿瘤，卖当做，嘛，互患者提供另外一种治疗的选择。